以后啊因啊，紧坐到我身边啊。我是要甲你讲一个恁老母细汉时阵嘛听过的故事。伫足久以前，大水尚未冲垮人类家园时阵，陆地互广阔的土壤所覆盖。迄个时阵，无囡仔会食袂了饭，所有人拢过了无比幸福的生活。但如今咱却只能伫咧收紧啦，维持会国度啥物个？因为有人生的所在就有黑暗。曾有一群人因贪恋无厌，无满足伊拥有的财富甲技职。妄图征服他人，成为世界主宰，并进行着无数的战争爆发啦，硝烟升起，啥物啊？最后，众神为了听我这群人所犯下的罪行，将灾难降临到人间，毁灭性的大洪水抹去了陆地上的一切，并将大地沉入于深渊。但是希望尚存啊！最后，神决定赐予人类重生的机会。伊伫大海内底上黑暗的深渊的深邃的所在，存了一份珍宝并且伊对紧做的人类讲，不管谁拢会行到无尽辉煌的征途，并传了我的宝贝，只要伊配得上，就会当为人类带希望。这就是啥物？为啥物冒险者一直咧找找迄个无尽辉煌？其实因毋知影伊是啥物，嘛毋管遐是否真正蕴含着啥物宝藏、知识也是力量。而咱的生活将伫伊发现的时阵彻底改变。好，看一下，好，你再食。我会记进前是算冰川啊，我会记进前冰川。哦，这个改版改就大呢，伊完全改啊 performance 啊。拍老工课。哦，记得了。我就可以吧。鱼啊！鱼啊！没有两个。这个我感觉有可能是语系呢，我试过吗？试语系了。我试安尼，我佛。有可能是语系啊，应该是，毋是啊，是意大利。哪呢？伊的记录档怪怪，有错误。原本的记录档袂使去，所以这边。看鱼啊！伫那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，看比你冲来冲去，冲来冲去，这几年我。认真放个都是因为你看鱼啊，伫遐烧啊烧，热啊烧。